表扬3代同堂均有亲口修道者。表扬修道亲口50年者。成人大状元读经评鉴会，小状元读经评鉴会即由弥乐园。参加一贯道总会的台南县永康办事处举办的心灵改革文化讲座，夏营及新营。参加94年8月21日一贯道总会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95年4月15日一贯道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义和圣堂举行。95年9月参加一贯道总会在元智大学举办的宗教文学与人生国际学术研讨会，参访联谊，南区点传师联谊。基础组单位参访神园山庄义和圣堂。91年11月24日一贯道各组县道亲联谊。93年11月7日一贯道彰化县知会身心灵宗教之旅。学界道场义和与纯阳单位联谊。参加神威天台山一贯道大道场运动大会。参访高雄县六龟乡神威天台山一贯道大道场。参访台南县南化玉山宝光圣堂。道光祖道清参访神园山庄义和圣堂。新一组南清单位道清参访神园山庄义和圣堂。新一组纯阳单位道清参访神园山庄义和圣堂。96年7月一贯道花莲县知会道清参访神园山庄义和圣堂。宜兰台北道清参访神园山庄义和圣堂。常有各地道清游览车队来山庄参访。国外开荒，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尼泊尔及南亚的印度等等，很多国家成立一贯道总会，例如中华民国、美国、加拿大、印尼、泰国、日本等等。另有一贯道世界总会。重要网站：遵守圣训，修道不老化，办道科学化。以电脑资讯科技网站，帮助弘扬真理天道，提供超越时空限制的学习资源。上网后找搜寻网站，再输入一贯道神园山庄义和圣堂，搜寻可找到网站。感恩已故陈前人在生时卖地，不吝给人走的道德。重庆州前人设计道场文化图文，及新建武圣宫提供道清及与社会大众广结善缘的好地方。神园山庄义和圣堂联络电话
066901992066900008台南县关田乡社子村19号。欢迎莅临资源共享的弥勒大道场。谢谢观赏中华民国96年9月